信仰的堅持與見證常年期34週3單數年讀增慶道神父每日讀經反省心得報告2025年11月26日。今日讀經與曾神父的反省，如真理之光穿透世俗迷霧，讓我在信仰的道路上再次校準方向。達尼爾書中巴比倫王的狂妄與審判，與路加福音中耶穌預言的迫害，跨越時空卻指向同一真理：敬畏天主者得保存，忠於信仰者終得勝。貝爾沙扎王用聖殿器皿宴樂，讚美偶像，本質是將世俗享樂置於天主之上。這種目中無天的態度，在今日依舊以各種形式存在，或沉迷物質享樂而疏遠祈禱，或因怕得罪人而放棄信仰原則，或在世俗標準的洪流中逐漸妥協。而牆上的文字提醒我們，天主的正義從不缺席，對信仰的輕慢與背棄，終將迎來審判。福音中耶穌預言基督徒將因信仰受迫害，這不僅是對過去殉道者的預告，更是對今日信徒的提醒。在自由社會中，我們或許不必面對生命威脅，但仍會遭遇各種挑戰，因堅持婚前守貞而被嘲笑，因拒絕不公義的事而被排擠，因公開表達信仰而被貼上固執的標籤。這些看似微小的壓力，其實都是考驗我們信仰忠誠度的時刻。正如神父所言，好的榜樣往往會讓懦弱者不安，讓不忠者難堪。這份不舒服，恰是信仰見證的力量所在。我們的堅持，不僅堅固同路人的信心，更能喚醒迷失者的良心。神父強調，做任何事情有好的開始不夠，貴在堅持。這句話擊中了我的軟弱。回望信仰歷程，我曾有熱情滿日的祈禱時光，也曾在困難中動搖退卻，曾立志要勇敢作見證，卻在他人質疑的目光中選擇沉默。今日才明白，信仰不是一時的熱情，而是日日的堅守。在忙碌中堅持每日讀經祈禱，在誘惑前堅持信仰原則，在壓力下堅持為基督作證。耶穌的承諾憑住堅忍，我們能保存我們的靈魂，是我們前行的最大力量。這份堅忍不是固執己見，而是對天主的全然信賴；不是與世界為敵，而是以愛與真理影響世界。願我能將今日的感悟化為行動，不再懼怕他人的眼光，不再因軟弱而退卻，讓信仰的光放在燈台上，在家庭中以愛相待，在工作中正直誠實，在社群中勇敢見證。相信只要堅持到底，必能獲得耶穌所許的勝利榮冠，也能成為他人信仰路上的微光，一同走向天主的國度。